对岸可有异动？有一支白虎军出城，往利州方向去了。难道是于渊将军要去救初雨姐姐？延康国师兵力分散，正是我们趁虚而入的好时机。你们幻魔需要些什么法器？一座白骨祭坛，长宽3丈6，用骨架搭成，坛面用头骨铺就。若是骨头不够，杀些人来凑数便是。哼，这座祭坛给你们用，不要让人家失望哦。我们施展秘法，不能被人打扰，还请龙将军。来人，让弟子们在外围给我看着几位贵客。听说玉龙门少门主嗜杀，还习惯男色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你怕什么？他看上的又不是你。我们现在深入龙潭谷穴了。秦博士，你拿个主意。当然是做法幻魔，将魔神请来。我们又没有学过红山派的吊诡遣神符自令。我学过。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等我信号行动。报！南面哨所被九幽门摧毁。报！北面渡口被石心教攻陷。小夷叛军有魔神攻破营墙，大营守不住了。阿兄，统领全军，接应白虎军。是，报！白虎军来袭，敌军主将士逾约出云，全军集结，从东北角突入。这对兄妹可真成了延康国师的好狗。启禀将军，红山派长老求见。老夫幸不辱命，请来魔神。我派另一路请神的弟子已经遭人毒手，连福宝和衣裳也被贼人夺走，还请将军为我红山派报仇雪恨。速速护送长老去天波城。红山派可是派了13个神通者施法，你一个人。这是我炼的麻药石迷香，用它守住这里。你们先服下解药，我来做法。你们跟着我的动作，要像模像样。Preta Deva Avatarana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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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 到底行不行啊？不知道。你小子这是什么都会啊！洪将军，城里的红山派弟子是延康人冒充的，万不可让他们施法。玉龙门众，拿下幻魔的贼人！杀！推动风葫芦，
收毒！他软了，亏他得吧，把他软了。10米香就快耗尽了，拿下他们！快掩护去模式！把他软了。亏他得吧，把他软了。齐博士，快点！亏他得吧，把他软了。齐博士，快跑！齐博士，糟了，他不会走火入魔了吧？这是哪儿？看起来和暗界好像。我将雕回前身父子灵传出来，终于有人召唤我。卑微的存在，你在唤醒我，唤醒统治都天无边疆土的都天魔王。你在召唤我去你所在的世界，去杀戮，去战斗。伟大的都天魔王，我祈求你降临，我将献祭给你万千强大的生命，天波城所有6合境及以上境界的神通者。如你所愿。冒充红山派的严康杂碎，你们完蛋了！怎么回事？这雕像怎么变得如此庞大？发生了什么？魔神的力量正在涌入雕像。红山派控制魔神，谁敢后退半步，我要了他的命！结阵，退魔令。不对，魔神不一样，他比我们召唤过的任何魔神都要恐怖。父子令根本驱使不了他，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红山派的小子，到底什么来路？嘘，他们并非是献给伟大都天魔王的祭品。聒噪！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都天之手。他想夺取我的意识，控制献祭仪式。
只怕来不及。秦博士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我的传送法只能传送我自己，无法带所有人离开。那不是死定了？看我的！我要用你们的尸骨建一座大大的祭坛，照光我的真身，照亮我昨天的铁魔杖。前面第2个路口，左转。那个方向是父王的闭关修炼处。普天众生主宰这个世界。父王，何方妖魔，敢在天波城作乱？众将士，列盘龙杀阵！万不可！这个想必就是玉龙门掌教龙王。多谢秦师叔。南疆那帮家伙为了获胜，连幻魔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，居然在利州、天波城连召2尊魔神，也太狠了！利州有于渊兄妹镇守，不会让那尊魔神为祸太久。只可恨太学院世子折损惨重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必须彻查。天波城的这位幻魔者，倒是为我严康立了大功。天波城不就这样攻破了吗？省得我军将士流血。这便是清流们不理解你，说你是魔道的原因。哼，还好你及时调派于渊出云，这才解了利州之围。奶奶的，这么大的功劳，我倒要看看清流还敢放什么屁！我的功与过，无需当下人的评断。千百年后，自有定论。龙大和沈师之他们也都受伤了，恐怕会有危险。走，我们去找他们。龙大很值钱的，沈万云他们又不值钱。为了天波城，为了我玉龙门，你到底是谁？严康国师派你来的吗？我知道你走不远，还潜伏在附近。
蛇一样蜕皮疗伤，这是什么功法？这家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胸脯倒是练得比我壮多了。不对，骨骼构造全变了，他根本是给自己换了具新身体。我感觉到了你的目光，你在欣赏我的身体。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好看吗？男人的眼睛。天魔教的传送法门，小光，追！禀国师，白虎军已助利州军突出重围，只待两军斩杀魔神，便可剿灭尸仙教，救幽门，效益叛军，营救太玄世子。只杀魔神可不够，天波城里还有一尊魔王雕像呢。国师，咱们也该动身了吧？正在用魔语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，这次惹出的麻烦实在太大了。什么鬼东西？天魔咒！奇怪，这些天魔咒似乎比暗界的弱了许多。
另一个世界的生灵。有人打开了连接异世界的通道。就凭红山派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能让一个世界的神魔给他们助战？神魔岂会甘为凡夫驱使？异界入侵，整个世界必遭大灾。魏国公，武定郡交由你来驻守。国师，难道你打算？血迹不止，神魔不死。龙大他们不会被这些怪物杀死了吧？没那么快，不过渡天魔王招来的天魔众越来越多了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会死在这里，变成祭品。那要怎么办？魔王是依托于雕像降临，想阻断幻魔仪式的话，除非有人能摧毁渡天魔王的雕像。Deva Avatarana,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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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.小心！那是天波城凤像，竟能请来魔王真身，红山派的底蕴不容小觑啊！凡人岂能敌得过神奇之力？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不过是蝼蚁。很快。玉渊兄妹又得成丧家之犬了。渡天魔王的真身也要降临这个世界。兔爷说过。自己惹的麻烦一定要自己摆平，这个麻烦好像实在太大了。这股气息似是大宗师。这些剑王好眼熟。神域。旧时代神国的法术，何人胆敢阻我？
银河落九天，这就是当代最强的剑。这股剑意是大六合剑法，燕康国师出手了，一剑便有如此威势。他真的受伤了吗？全军听令，兵发天波城。是。薛爷爷，你是把国师府搬空了吗？是整个京城的大户，光靠国师府，我得喝西北风了。他根本就没几个钱，整个国师府除了笼子的画以外，连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。收着，这是笼子画的剑神背剑图，拿去辟邪。剑神，画上是村长爷爷。哎，别打开！以你的修为，看一眼就会瞎掉，人也会死掉。木儿，你的体内似乎有一缕奇怪的气息。哦，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修习振兴军的神话形态吧。国师说我神话的时候，气息也会发生变化。胡灵儿、龙大，带爷爷们去城里逛几日。待我激发残肢的活性，就来给爷爷们治疗。
这是什么文字？和龙爷爷教的所有古文都不同，倒是有点像千魂影的符文。振兴军形态怎么多出了一扇门？这门和九幽门的好像。上面写的是幽毒文字，你这个渺小细弱的生灵，怎么可能认得？谁在我身体里说话？白庄，我观看延康国师战斗的时候，你不是已经发现我了？你特意支开那2个老者，难道不是想试探我吗？看来你也不笨。愚蠢的幻魔者，你在独天最伟大的统治者面前耍一些看似聪明的花招，根本没有用处。臣服我，供奉我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的生命在我面前微弱如尘埃。伟大的都天魔王，红山派已经灭门，这个世上只有我还能召唤你了。杀了我，你恐怕永远也无法降临到这个世界。危险！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魔王不怕暴露了？说下去。在天波城幻魔时，魔王就藏了一缕意识在我体内了吧？这一路，你有无数机会可以动手，何必等到现在？除非魔王有所忌惮，你不敢让国师、马爷爷、瘸爷爷察觉，你怕你的这缕意识会被他们抹杀。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，甚至主动将他们调开，引我出来？你是不是发现了，这扇门和乾魂影的法术很像，而乾魂影的咒语不过是简化后的幽毒魔语，远不足以发挥出法术的全部威力。你想让我教你真正的魔语，对不对？既然各有所求，我们做个交易。我不可能放任你和天魔众再入侵过来。放心，我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强者没有了占据这里的想法，你只是唤出我的几个臣子，送一些子民到这里繁衍生息。要是魔王中途反悔，让你的臣子杀了我呢？我与你立下吐蕃旧约，谁若为师，有毒吐蕃大帝亲临，摄走他的魂魄。我只听说过幽都府君，吐蕃是谁？他是真正原始的先天神奇，幽都大帝魔道本源。夫君不过是他的使臣，他掌控着一切死亡，支配所有魂魄，就算是神魔死后，也要为他奴役。如何？行吧，我不懂魔语，立誓得用人族语言。小家伙，比鬼还精！
息。吐蕃9月，夫妻常无身。抓紧我！这里就是吐蕃的领地？是，也不是。在上，就取黄泉为证。我都天世传秦牧幽都魔语。吐蕃大帝在上，九取黄泉为证。我秦牧是为都天魔王，召唤臣子。奸诈的小子，你终究还是着了我的道。你是有本体里的事，而我只是一理意识。吐蕃大帝灭掉也就灭掉了，我不在乎。我将你的臣子召来一批，便杀掉一批，这样也不算违约吧？我们互不信任，与其两败俱伤，不如各退一步。你传我魔语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为你打造一副躯体，一座机关铜人。等你的意识寄生其中，便可不受我的拘束，自行幻魔。你意下如何？你那两个爷爷颇有手段，我藏身在你体内，他们投鼠忌器。一旦我离开你的身体，他们岂非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杀我？我有那么蠢吗？一辈子待在我体内，一举一动都受我限制。魔王当真甘心吗？我会在这个机关像烙上符文阵法，遮蔽你的魔气，无人能查。最关键的是，
一具能随魔王心意自由行动的机关躯体，岂不比受制于人的肉身更加完美？你先造机关箱，我再传你魔语。成交。不对，造机关箱的同时，我还需要幻魔，否则便算违背了盟誓。你小子不笨，你可以凭着你的机灵劲儿存活下来。小子，要5尊魔神像，换来我的5个臣子，再造出1尊机关像，约定便算完成。魔王觉得这具机关躯体如何？看起来还行，不过别忘了，你还得召唤我的5个臣子过来。就选你了。太医殿为传授骨骼经络之学，备了不少白骨供世子修行，正好能用来幻魔。Preta Deva Vatarana Preta Deva Vatarana Preta Deva Vatarana。那个魔神被我家公子的长辈打死了。启明的长辈，那些凶神恶煞的家伙竟然奏出大虚了。魔王，咱们的盟誓我这一半已经完成了。小鬼，那还有4尊魔神呢。我立誓时只说了幻魔，未曾许诺数量。召唤5个是召唤，召唤1个也是召唤。你们2个爷爷一直在等着下杀手。我早就知道你小子奸诈，特意挑选都是在都天世界不服我管教的那几个，正好借你的手除掉。我已经信守承诺，换来了你的臣子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幸好我也留了一手。我立誓时可没说过将所有的幽毒魔语交给你。我只传你一句，别的你自己向幽毒去问。那，你告诉我那扇门上的字吧。玛雅玛，坤元之门。进入门中，便能汲取幽毒坤元之力，壮大魂魄。真的？有赌博之约在，我可是绝对诚实的。行，我相信你。待我忙完之后，就进去试一下。你我的约定都已履行，都天魔王，你现在可以从我体内离开了，进入那座为你量身定制的机关箱。之后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我先去办一件更重要的事。马爷爷、群爷爷，可以回来了，我来给你们接身体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药水浸润，爷爷你们的肢体已经恢复活性。你帮我们接上手足的时候，那个魔神多半会逃走。
不如现在用禅法练死他。原来这小子是要治疗这两个老头子，我脱身的机会来了。公子，魔王要逃跑了！小兔崽子暗算我，这符文是封印。胡灵儿，我教你怎么操控这里的机关。混蛋，有种放我出来，大战300回合！魔头，你们才是魔头！这次我认栽了，给我个痛快的！痛快可不是随便给的。我们走，让他安静安静，好好思考一下魔生。